我们非常高兴探索马里那么跟我们的成品的集团那么在我们的商巴那决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开发计划。那么成品预计在这里也会有5000平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书店以及相关的一些生活的展示。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更永续、更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也期待成品的存在可以带给更多人温暖跟幸福的感受。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就是我们会努力的来推进这个项目。那希望可以尽早的跟大家见面。台南这一块土地就是我的家。那我们探索马里在台南已经生根了20年。那从20年前的一间烧肉店，到现在的多品牌发展，这些成长都是在台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接下来的这一步，我们将携手成品生活，希望透过我们2个品牌跨领域的合作，来激荡出更多的可能性，来打造出全台南最具特色的生活、休憩、购物的景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与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共同合作开发盐城段商巴土地，基地面积2.3公顷，采设定地上权方式，在2020年由探索马里有限公司签约，分2期投资开发。第1期多品牌复合餐饮设施已于今年2月动工，第2期6000平的独栋大店预计在台南建成400年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共同见证我们成品生活跟我们探索马里能够强联手携手合作，共创台南的精神生活跟美食文化的一个做最好的结合。我们知道台南是全台湾第1个城市，也是即将迈入建成400年。在建成400年的献礼方面，我们有各方面全面的这个让展现给世人跟国人共同见证、共同看到。不仅在美食，不仅在文化，不仅在宗教，不仅在精神生活上，我们都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也非常乐于见到我们有很多好的一个企业在台南能够深耕茁壮发展，更期待看到他们能够彼此携手合作，1+1远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能够共创台南的未来。成品我们都知道是国内，而且已经是跨出享誉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探索马里也是一个在地对于台南美食文化做一个新的诠释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结合，能够让台南更被台湾以及更被国际所看见。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30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位伫南区的喜树部落，每一当农历8月24，居民受神明指示举办古节，就是要表达对无小心食到巨人公的忏悔。该民俗传承到今，经过市府审议，通过市定民俗。市长上午嘛亲自颁发证书，感谢乡亲用心传承。位于台南喜树地区有一项流传100年的传统民俗古节，由当地信用中心万丰宫传承到今。30号上午，宫内3000岁坐镇，由在地道士家族进行科仪，包括制作神舟、开光、点眼等仪式，场面庄严隆重。市长吴伟霆甲侪民代贵宾拢到场见证，包括在地民众甲喜树国小幼童拢参与。除了认识信仰传说，嘛还是海洋生态保育观念。古节今年2月已经公告做市定民俗，市长吴伟霆嘛亲自颁发文化资产登录证书，感谢在地民众传承民俗用心。台南市是文化之都，也是宗教古都，所以呢，我们对于一些民俗文化，事实上都有记录保存的义务。那真感谢咱万丰宫
所有的各位委员大家的一个努力，能够保持这个很好的传统跟宗教活动。那一方面提醒这个民众要惜物爱物不要随便杀生。一方面也是对于龟这个长寿的龟以及深海鱼，还有我们的王爷叶府、朱府跟李府3府王爷的崇敬那也希望说保境安民。那这样子的一个民俗登录活动，我们会持续来审查、来办理，也希望说大家共同来维护我们优良的宗教民俗传统。文化局表示，希望办红奖的旧照107年就邀请文化资产委员轰炸，经过几啊档的观察，一些内容稳定，民众自发性参与，加上近年来南区公所积极推动，并结合当地喜庆角色，显示该民俗已经不只是宗教祭典，嘛是喜庆生活文化当中未当欠缺的一环。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30号伫监务局的业务质询当中，议员王家珍以台南道路养护费用一档变8亿外，结果也是不时的传出路面破空甚至下陷，让市民相当无奈，要求监务局检讨。议员王家珍以110年度台南路边专案甲一般道路养护费用发现，敢若路边计划就要开3.8亿，加上其他费用4.3亿外。毋过，因为8月底甲9月初伫东区分别传出路面下陷，议员质疑到底路当时才会平，互民众相当无方便，要求彻底找出原因。疑似道路塌陷压断瓦斯管，造成瓦斯外泄。8月29的时候是这样一则讯息，9月1号的时候是说东兴凯旋路口。双向均有路面凹陷，不断渗出水来，那谁的责任？所以是先水，因为水带动一些沙所以造成这个路面会坍塌。坍塌有一些。你们花那么多钱给我做路平，结果越修越不平，年年修路平。大部分尤其是比较大的一些坑洞常常都是管线的问题。你说常常是管线的问题，不是你们路修不平的问题。就是说自来水，比方说自来水它有这个溢出水有破洞，或者一些瓦斯通常是误挖的啦，是施工单位去误挖，而不是说道路坍塌造成瓦斯的泄漏。不管是自来水、加水，还是台电等供线单位造成路面破空甚至下陷，监务局强调，因第一时间一定会到场厘清原因，要求厂商尽速抢修。同时会后，市府嘛发表声明，10月份以后将开1亿2000多万，陆续进行永康上顶路等5条路面改善工程，并年底来完工。嘛，请民众体谅工程期的无方便。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根据了解，为了减轻台南本色焚化炉的负担，所以包括监务局修正兴德树的树基废弃物，拢无法度正常来分析，嘛引发议员关心何去何从。议会30号整理监务局的工作报告，这位议员除了关心道路建设，嘛因为台南新的焚化炉也未当起，现况本色的处理已经出现危机。连带兴德树顶大宗树基的修正以后，环保局限制未当进焚化炉，所以不管是监务局家己修正，也是委外，拢面临千运的难题，嘛引发议员蔡淑惠、洪玉凤的关心，要求提报予市长知影，好好解决。咱的垃圾场虽然都是市府单位，但是你们跟环保局协调的结果，那个量是有限的所以你即使要委外。那即摆高雄莫互咱去，家己也无爱互咱去，咱等于无当去无当去，咱新的粪扫场佫无法度去，新的，因为这个是恶邻设施所以也无人要互去你即使要把原有的，不管是烟霾场啦、垃圾场啦，还是怎么样的处理，要把它活化，但是那个速度活化的速度、再生的速度都不如我们制造垃圾的速度那么快
我们整个路边行道树的修剪，基本上是我们工务局的工作，但是环保局是协助我们去把这些树枝清理，但是清理完之后又没有办法进入焚化炉，基本上程序写在那点。目前。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目前我们第一个，我们还是跟环保局积极的协调啦，看能不能让我们进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在想说，是不是也是委外我就是委托那个厂商的部分，让帮我们载走这样子。如果我们修剪的部分，大概就2个您请坐，局长。我想修剪树木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委外或是我们局内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因为也蛮有危险性的。但是这个部分，我想跟环保局是帮我们协助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事实上，我觉得既然都是台南市政府的，你们应该努力去沟通协调一下了，好不好？根据了解，议员除了点出行道树的修整，其实包括后园环境清洁、废弃的树枝大小一堆，清洁队若无协助清运，对学校方面嘛是相当头痛。所以由台市府相关单位好好协调。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何长辈伫轻松趣味的气氛当中学习媒体素养？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团队在农副经理活动中心举办宣导活动，为中透过互动式教学甲有奖征答，互长辈学着如何判断真假消息，大家拢收获满满。网络科技的发达，使得在网络上的消息常常不经过滤而四处流窜。为了让长辈们能够更清楚认识网络上消息的真假判别，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特别前往台南市东区富强里的活动中心，与长辈们进行分辨真假消息的媒体识读课程，让长辈们可以在不与时代脱节的情况下，保有基本对真伪讯息的判别能力。当天也前往现场进行卫教活动的新楼医院社区健康中心副主任温小杰，也认为媒体识读在现代社会真的非常重要。现在的网络资讯很发达，所以其实很多长者他们会在网络上面，不管是在网络或是那个报章杂志上面，都会看到很多一些报道，不管是健康的或是一些其他的部分。那很多长者他可能会觉得不晓得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其实跟双子星来媒体来做结合，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者有一些正确的观念这样子。那他们在上课的课程里面也会带到说，哪一些是假讯息，哪些是真讯息。其实课堂讲师许曼珍准备了完整的 PPT， 搭配着活泼的互动式教学，并与长辈们用有奖征答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一起融入课程，并在课程中不断地强调接收消息或者是转传消息前务必再三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今天很感谢那个三冠王跟那个双子星，因为来到社区讲到媒体的那个一些信息，也让长辈他们知道更多的是真的是假的信息，还是真的信息，让他们可以充分的那个增加他们的那个一些自信。可是看到他们的给我的那个身心，给我的回馈就是身心灵，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提升了，都很开心很快乐。来到社区，我就觉得他们都很开心很快乐。里长也表示，平常透过各类不同的活动，促使社区长辈们走出户外活动，也可借此让他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健康的抒发。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根据统计，台南市第二针疫苗的比率已经比全国平均高1%，所以市长表示，目前咱市第二针嘛将列为优先管区。另外，市长嘛呼吁中央继续对莫德纳疫苗到台湾的进度，以及加 BNT 蓝粒子的实验结果。最近全国的疫苗第二剂接种陆续咧开放，目前台南市的第二剂疫苗覆盖率比全国更较悬出1%。因此嘛，相对出现较少的反对意见。市长呼吁中央应该继续来向莫德纳完抢赶紧来催疫苗出厂的进度。台南现在第2剂疫苗的部分的覆盖率大概是比全国平均增加1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中央配送给台南疫苗，那有些县市是优先打1剂。台南市是优先打第2剂，所以我们第2剂的争议或者是说大家普等的这个比率就比较少一点点。但是针对莫德纳的2剂的部分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也呼吁可以的话再跟原厂多催一催。我想陈时中部长还有我们的政府，我相信在未来每个礼拜六、每个月的月底或是下旬都有许多疫苗会陆续进来。这是我们肯定的，但是针对莫德纳，现在大概有200多万人还在苦等2剂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有2个解决的方案。第一，现在台大医院正在研拟莫德纳跟 BNT 辉瑞混打的这个实验，希望能够早点有结果。第二，在原厂的催货方面，人家南韩去莫德纳催货，他们原厂就同意要给800万，虽然现在目前只到了160万，但至少有进一步的承诺。我们希望说，原厂的部分我们还要加把劲那这样让这个莫德纳2剂的部分能够获得一些舒缓。那台大那边的实验结果如果能够得到正向的反应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将来开放莫德纳跟辉瑞疫苗的部分。另外，针对目前台大病院研究莫德纳佮有辉瑞疫苗混拍的实验进度，市长表示，若是实验结果是好的话，未来嘛赶紧来安排开放注射，继续提高全台南市民的疫苗覆盖率。最后，市长表示，若是有出现透过疫苗来流出个人资料的话，嘛欢迎检举，并会用相关的法律来办理。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开基阳江地新工业30号，搁在关整15000个主体警报器。根据统计，3天内因已经关出6万个，所以市长嘛专工到场感谢玉峰乡的善行。开基玉峰乡默默行善，帮助社会弱势族群，将各方信众的善款发扬到社会上各个角落，甲社会大众形成良好的互动。为民国84年至今，已经陆续捐出救护车1辆，以及消防装备、消防衫32套，6辆水上车等等。32日天，台南开基玉峰乡再度捐出15000粒助警器和市府消防局。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来到现场，感恩开基玉峰乡的善行付出。火灾警报器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发出警报有烟雾的话像这样子就可以发生警报了像这样子的话，在家里面就很容易被惊醒那尤其这个声音是很大声的。所以说很期待，很感谢，也很感恩玉皇宫一直接二连三的从事社会公益那帮助救人无数。而且感谢咱投资以及各位委员，大家的发心用心，咱10方的钱这个寄付的香油钱，玉皇宫总是不落人后来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人。根据统计，近3年来，助警器成功发出警示有73件，拯救了173位民众的性命。其中，玉峰乡所捐赠的助警器有37件，成功救了真侪性命甲财产。主委涂大松表示，这6万粒助警器，拢是结合10方的大众善心所捐出。咱这个天公庙，我当然这个捐出这钱6万粒了主要这圆满来完成了这拢10方甲咱捐来的钱。但是咧，用咧遮我含阮遮委员咧研究这个问题啦，这个效率伫这काम内底胜落来对这救灾户啦，上少10倍以上。
因为你个看咱有当时咱这徛家啦吼，尤其个弱势团体，这厝的先你拄啊若，万一你也拄啊咧困，拄啊剩头前两个斗走咧啊，因为边啊若毋是连动的壁，就是迄个风道通啊，啊楼顶嘛是讲有当时啊违章啊，你也袂当过，也袂当下啊，吼，啊，搁一个就是讲，你这忙讲应该叫差迄个2-3分钟啦吼，咱的资源，但是要来啊，吼，啊主要就讲，即个咱的回馈啊，好50种啦吼。消防局长李明峰指出，装设助警器是台南市推动的住宅防火安全重大政策。助警器黄金功效包含一早发现、一早反应以及一早逃生，尽力减少人命伤亡以及降低灾害损失。现阶段透过各界善心的关键，协助弱势民众安装，也希望开启预防奖的善举，会当抛砖引玉，唤起社会上多个企业以及团体来共同加入。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讲到底层，有人讲10人9地其实并无离谱，因为根据统计，犯的几率将近90%。已经表示，依照严重的程度有分4级，所以治疗够需要手术，也是爱专业的评估。基美医学中心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黄宣义表示，底层的组织其实伫个人体有真重要的作用。伊是由黏膜下血管、结缔组织加细小的平滑肌纤维所组成，盘沿着软垫，有缓冲加协助封闭肛门的作用。而一般咱讲的痔疮是已经产生症状的病态组织，依照严重的程度，大约有分4级。治疗方式有分手术加非手术。治疗的部分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分成是非手术跟手术的部分啦。那这并不冲突啦，也就是说，就算手术的话，还是可以辅助以非手术的部分。那一般非手术的部分，我们常常用的就是譬如说一些软便药啊、痔疮药膏啊这些的，来消除局部的肿胀跟疼痛啦哈。再下来的话，最好是可以搭配饮食的调整哈，让它的排便哈或者一些作息可以更正常一些啦，这才可以根本的解决它的问题。那再下来，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可能需要跟病患商量，谈到说，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哈有需要接受手术的治疗哈来。缓解它的一些，譬如说疼痛啊、肿胀啊，持续出血的一些情况，这样子。医师强调，出血或者是血便，无一定是痔疮，一定要先排除无正确的出血，才袂去耽误着治疗的时程。另外，伫个痔疮哪来哪能轻化的状况，医师嘛呼吁少年人爱避免坐伤久，而且嘛爱注意饮食，避免日时暗时来颠倒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有微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9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